中央大学是全球第一个客家学院，客家本质是用研究做目标，客家文化做得保存、推广、留发展下去，也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客家研究。多年的论述是重点，希望带动客家学术研究的风气，由客家学来做整合。中大客家学院的大楼呢，采用的建筑的风格形式呢，是以台湾的客家火房屋的形式来作为最主要的基底的元素哈，所以整个客家建筑物的格局就是采用客家的三合院的格局，然后面对中大湖所谓的客家的半月池的这种形态的样式，然后另外比如说，客家的屋顶里面的马背的一些元素呢，通通运用在整个客家的建筑的元素上面。用太好嘅客家大楼，采风景清江嘅状态抚顺。大楼表现客家嘅传统人文建筑意象，一楼嘅国际会议堂也用客家原料嘅建筑方式。探入客家大樓，先看到嘅係兩排清幽老舊時代樣式嘅鐘樓，其代表本院用客家元素為主。學生嘅畢業過後，要做得用傳承客家、發展客家做職業。用心關心客家事務，表現客家文化新嘅面容，用客家心向下打造新客家。